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、13节，上迄日，门徒中有2个人要去一个庄头，叫做以马忤斯。这个所在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。因伫路中互相在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。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，耶稣亲身行活来，甲因做阵行。因看到，毋久袂认得。耶稣问因：恁哪行哪在议论的是甚物代志？因就停落来，满面忧愁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革流巴，因伊讲：即几日伫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代志，对外地来往伫耶路撒冷的人是安怎简单，你一个毋知？耶稣问因甚物代志？因甲伊讲：拿撒勒人耶稣的代志。伊是先知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无论讲话也是做代志，拢真有权能。阮的这师长甲领袖，甲伊送去互人判死刑，定是物价。伊就是阮所得期待要来拯救以色列迄位。毋若安尼，即个代志发生到今仔日已经第3日。搁阮中间有几来的负责人，互阮真着惊。因天复光就到梦里，毋久找无耶稣的遗体。因转来报告，讲有看到天使出现，甲因讲伊搁活了。阮中间嘛有几来的人去梦里，看到的代志，逐项甲负责人所讲的拢相款。因嘛无看到耶稣。耶稣就对因讲：哎呀，恁哪遮尔戆，心哪遮尔钝，袂相信先知所讲一切的话。基督徒毋是应该着受遮的苦难，才来入伊的荣光。耶稣就对摩西甲众先知起，甲因解说圣经中所有关系伊本身的记载。因得要到所要去迄个庄头，耶稣若亲像要继续行，不过因2个强强甲伊留。讲日头已经落山，天暗啦，请甲阮住。耶稣就入去甲因住。耶稣甲因坐倒的时，摕饼感谢，然后擘开分互因。因的目睭开，认着伊，伊忽然对因面前消失。因就互相讲，伊伫路中甲咱讲话，甲咱说明圣经的时，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得倒。因随时出发，倒转去耶路撒冷。看到迄11个使徒甲其他的人聚集伫遐，伫讲主真正搁活啦，伊已经有出现互西门看。迄2人就将伫路中所发生的代志，甲耶稣伫擘饼的时，因才认得伊的经过，拢甲伊讲。